小文呢是有在江湖上面拍下都很比雅典公主，对，主要就会该overhaul，你买一个字，请爸爸请出来，爸爸教一下女儿。啊，对不起，各种神奇道具都带来了哦，因为你那是假粉刺的嘛。不是睫毛好不好？哇，好疗愈哦！我听到你吞口水的声音呢。不是，那个好像是导播那个大家都吞口水。哇，牛肉的香气刚刚好，豆腐卡慢点出差。阿梅，啊，都不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他在那边。梁山应该熟图哦，各位，我们没有放慢速度。文瑞哥评价一下，对啊，评分一下。 5颗星。哇，哎，他满分20分的。那给你全部都是黑，猛抽。啲水到一半哦，你係咪阿鳳？雙雙民主，來標你。爸爸看到懂笑哦。哎呦，盤定哦。有帥嗎？今天有帥嗎？今天有沒有帥？有嗎？是我爸。哎，好扯哦。叫爸爸。爸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今天搶到掌上民主，我搶到陳爸爸。只有我哎。哎，你還轉發給我。我今面來邊，哎，都是婦女的組合哦。真的，而且看到幾樣西茶的世界啦，我同你講，真幾有人都阿爸摸一面，長得 Q 樣，完全一樣，就跟我爸一樣。哎，又毛比對頭，就像這樣子。又小鴨，一模一樣。有啊，他都會尷尬笑。對，專業笑啦哈，不會報錯，沒有報錯。沒錯，先來分享到你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給阿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邊個好？找個來分享台可樂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可樂。三下來你來分享到今本呢啲嘅婦女檔啲風吹沉水集咯，喺來自哇，人人都高雄美女來，而且還是公主哦。分享到文瑞爸爸老小文分享。一六三年真的長得非常的就是同一個基因，而且就差一個木匠天。人家不是就是說，因為女兒的基因大部分都由爸爸決定的。對啊，真嘅。但是我們大家看藍隊更像。好，來看一下藍水係來自性別勇挑嘅婦女檔，第六係鄭凱源、鄭薰瑜。大家好。你看在休息沒？笑的時候也是一模一樣。黑咯。哎，這樣爸爸很幸福，有沒有再一次覺得談戀愛？你看他都臉瘋瘋的，因為就是爸爸都會把女兒當成是自己前世情人，所以就造成我們很大的壓力。愛你啊，愛你啊！我代表陳爸爸跟你講啊，我們倆是不可能。我說陳爸爸愛你，還有你搞錯了。哎，剛好也又講到風水又公主哦。沒錯，我們小文呢是有在江湖上面拍下都很比雅典公主、水蓮公主。沒錯，對不對？對，所以在上網打水蓮公主就會直接跳出吳小文。啊？真的？為什麼？因為她就是水蓮公主唯一的繼承人呢。哦。而且呢，機動用心哦，韓天樹爸爸中亞嘅雅典呢，中雅典同辛苦充冇。我做嘅青蛙裝落去洗有當麻煩。係。唔記得等等落去嘅皮凍。有落去皮凍，就會天樹洗雅典個包裝啊。哎呦，那暗號嘅妹誒。啊不，今日就帶後雪來啊。對啊。有啊。對。1、2、3，哦。在我哋閩南特產雅典。你係要撈埋東西冇？凍香誒。黃豆醬。凍青天凍茶。好甜哦。很好吃哎。藍水起到講好學嗎？好吃。你不要亂得罪凱源哥。嘿，怎麼說？他是軍人退休 ，soldier。那麼厲害 ，soldier。今天帶來買個好學嘞。今天帶了2本書，2本書。對。咩學嘞？體檢本咩學？可以吃的書嗎？沒。實用書。來去學客 boy。係冇錯。藝下嘅。哇！唔係藝之間已經贏啦，係藝同藝嘅學長子韓國學天妹向下寫一本來去學客化一本書。仲要試咩？係又係一本客語管體書。雷天書後生人來學客化。好棒！記得還係大學生天天哦。還有什麼？你同乜計？
爱涂客家英文嘅沙飛殼學紅呢，種大學。啊，爸爸今日塗抹要強下來，要買燒嗎？唔是燒，唔是燒哦。動縫線，動縫線。咁看見愛用學下會喊寫書，當作者，該信唔信？動沙皮哦，動強。大家做啲去簽倆本書啊，唐公他還有這個網絡上面一些。哦，係啊，愛表作者有自家寫以外呢，還有自家去配音。还有线上学习平台案呢，真的哦。韩国两本书哦，东西合哦学生嘅記得哦，因為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嘅故事來寫作合播，所以那種共鳴感會很親切。所以兩篇哦，老大家分享一下工具書，兩篇老大家分享公主美食。公主。哎，但是待會陳爸爸要來出題嘍。不，我跟你說，今天的比賽呢，真的懂競走，因為任何的爸爸都不想要不要讓自己的女兒輸。所以這個已經變成2個男人的大戰了。哎，都帶用加賽，沒關係，我們先暖身一下哈。大家先來金行體育館嘅 PK， 用錢來挑戰。兩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將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。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。請爸爸來挑戰，好，本大家要出題目了哦，你要來接住一下，爸爸會讓你做判規矩吧。道具什麼時候開始會用到體育館呢？記得我喊講哦，因為會出你爸爸的面哦，會本多少的這種通告費啦。哦，真的好啊。你沒有問豆芽還少？豆芽還少。少。哦，所以你要主持這扣哦。走。啊，沒多少扣，全部給我們就好。哦，等一下我就把這個題目哈，目前來個題目還有任務，等一下假設要答錯，也係任務翻先，就是得到1分。除了來賓大家答對嘅題數啊，哈，比獎發講兩嘴總共答對5題，加加到呢就做得先出5項食材來變料理。但你迄個調色弄嘅話哈，就調色冇答對。哈，那看今天寫出凍澎湃呢？給他炸空氣。用牛排100牛呢，哈，最少1題，好吧，各位拜託。哦，剪刀石頭布，嘿嘿，咱嘴先來選擇。大力士的最愛。爸爸是你心貫讀的大力士哈。好，來搶看題目。今日嘅國菜嘅時就要注意下邊哪一個事情呢？第一個係 A 係一個進步越優越車 ，B 係葉嘅表面要較濕掉嘅 ，C 係根部要有吊菜紅色較齊。我們選 C。好 ，C 好，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C， 恭喜答錯。很強哦。其實目前國菜嘅時節哦，光下厝是要下車，咩下遠哦，也要盡量先下灶底嘅，莫下濕嘅。韓國最重要嘅金鋪吼，金嗰種霧峰色、紫紅色呢，代表講金氣，還有金甜哦。有一些像係嘅五強子嘅，我記住。係啊。青海有中菜有底啊。有點烏青色啦。所以你剛剛講國菜鐵質很高，也是這其中一個原因。好，恭喜咱夫。OK， 爸爸抹下黏子來。文瑞大哥，這個水蓮國王。我點來着？台灣研發客家料理節目 No.1 一家之主啊，沒走的。上面有寫客家嗎？哦，哇，你確定這個？好，來看一下。好，台灣呢，這些廢棄嘅蚵仔殼啊，哈，當年差不多有12萬公噸。農業部水產試驗所呢，就撈一啲蚵仔殼，研發變做嘛，嗰啲 A 皮料 ，B 係發熱包 ，C 係小波塊。A 啊，皮料啊。你取到講機動應用也係嘛個研究？有是看過要報道。而且有點像蛋殼卵吼，你點樣拿本碟是在做？冇成分啊，做種。點會咁多啊？唔係，佢冇咁多。可能凍油，係咪？我冇做粉啊。哦，冇做粉做有機肥料。加上民主嘅想法，你都係堅持也係怪答案。堅持。好，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。B 發熱包，係啊，不過經驗真係嘛嘅咧，主要就係該蚵仔殼，您買一次，成功把請出來，把它交下女兒。對不起，這真的是發熱包啊。係啦，因為蚵仔嘅殼哦，佢本身嘅成分就係鈣，那鈣在遇熱之後，它就會變為氧化鈣，而氧化鈣遇水呢，它會發熱，所以它可以作為露營用，還有軍事上面的這種發熱包。好，打電話來，往藍水搶選擇。吃了想流淚。
你吃什么会想流泪？我也煮微料理。这前后是还配的。哦，来看一下。好。哎呦，实作题。拍重头。等下两位要拍3人做一个推表，也跟你31分半钟当中，我要切出20個完整嘅洋葱圈，就做得過關呢。好，等下你道具已經都做蛋糕嘅哈，也給開蔥頭。哎呀，切蔥頭有需要有些地方是用來點木卷，但是你要慢點咯哦。等一下哈，熱粉版嘅時間地方都切最少20隻半斤嚟蔥頭片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凍哦，總得團體啦，安住聽我凍半斤不能缺角，是我們的評斷標準，好不好？熱粉版90秒哦，哦。有心情嗎？有心情。有心情啊！切個時間總得叫哦。不能點木卷哦，切到手熏魚會點木卷。繼續，搶開始。20片哦。20片，就對啦。哦，而且它可以切大圈一點，沒問題。但是要切到20個哦，你現在一半已經快結束了。你哋還是半了哦。一個人哦。一個人。30秒狗腿的哦。凍半斤總得切高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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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莫熟，先莫甩，專心。黑的哦。當軍人都沒有壓力那麼大，接待總統幾都冇壓力壓力啦。他想他平常是在那個組裝槍，怎麼來弄蔥頭的？走對。應該走對啦。冇問題冇問題，不用擔心，盤子外的我會幫你收。8、7、6。盡量放，有繼續，時間還沒到，不要放棄。需點頭。好嘞，放着。好，爸爸，這個算哪裡？這裡。好了，看看，師傅都會看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讚啦！差不多了。恭喜恭喜！恭喜藍翠得到1分。恭喜！紅隊拜託，水蓮國王。哦，你好，王一拜託。早餐店的好伙伴。都在馬格咧。哎呦，實作題。西內瓜誒，等下你要拍出一個推表哦，都要嘅跑西內瓜是30秒當中超過150公克就做得過關誒。係啊。對於你我們雅典的國王來講，這個一片蛋糕啦。一粒叫人搞係啊，冇問題啦，行喺本10秒就做得。下本那個東西哦，食過後做得較舒緩焦慮。A 係咖 B 係做奶奶糖，C 係香蕉。做乜嘅喏？因為佢食起來甜甜嘅，知道都得本心情下舒服。你用自己的喜好來做選擇。板翼牛他打到哪個？板牛。哦，對不起。準備好，搶開始。對，你盡量甩，你就甩，甩了等下我讓拿你來哈。你也夠美哦！哦，又準備兩劑哦，這樣怕調整會危險哦，安全第一哦。它裡面還有水分呐 ，OK 的。對哦。一半狗腿的哦，一半狗腿的。了，繼續。9、使命的使盡你的。你變嚴肅了呢。全部的小心手，小心手，小心手。時間到。好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動。所以有一個問題，盤這個都要倒過去嗎？哦，走得讓你更扣一下啦。這個也可以倒過去。你乾脆砧板也一起稱算。你剛不是說盤子內都做豆勾音嗎？等下一下去300。不會。幾多 ？Oh my god，已經200了，不用稱了啊。潤同價進行啦，潤同價進行。這可以給我們2分嗎？因為他現在用半3隻狼哎。等下做涼拌給我們吃哈。可以嗎？幾多？很多啦，很多。260啦。好，恭喜豐春。有點太驕傲了。對啊，哎，快2倍呢，來，得到1分了。這個很厲害耶。那等下來，凱源哥要辛苦你了。來，搶選擇。飲食大補帖。哎呦。好。來看。
所以啊，嘅女仆哦，肝脏啊做的补铁，请问那应该做哪种肝脏的含铁量最高 ？A 主肝 ，B 给肝 ，C 我肝。哎呦，这很难呢。因为肝呢，它本身的铁就很高了。可是做的对一个方向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黑高你啊，什么中年的肝会是哪种？凯源哥，你就让人家不用走狗年的。哎，当兵没办法把。你怎么了？你就讲到老婆有点卡词的哦。老婆是因为我没有把它做很轻很稀。那个是谁的老婆？没有，场外好多加油团的哦。是你，难怪你在发抖。因为会有冲进来的危险，所以你要选择很哪家？来，你的选择是 A， 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C 我肝，哇！其实哦，这个 A、B、C 哦，用铁嘅含量来算，最大量就係我肝，大個咧係主肝，最少係鈣肝哦。打電下來，風吹。六對相近不可不知。沒問題。中酸。看個題目，六對素菜做幾個傳統結伴嘅燒，兩片也放呢會準備阿婆肉，送本馬莎 A 係新娘嘅阿婆 ，B 係新娘嘅家婆。C 黑七嘎给阿婆，这太难了吧？谁出的？新娘的外婆。不然文瑞哥你这样想好了，嘎是黑你秀斗，你会希望这个是给谁？对吗？因为你们是女方嘛。新娘的外婆。应该不用给阿姐啦。新娘的阿婆。那就新娘的阿婆，因为大家都没有想法。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係 B 新娘嘅家婆，記到本單嘅答案係錯嘅，我嚟做乜嘅咧？下做起嘅六對哦，記到有隻傳統嘅婚禮嘅習俗，男方為到愛友好，女方嘅阿 Q 還有家婆，所以大三年哦都會準備一份嘅阿婆肉份記到。這個我們應該不會被六對相親打來客訴吧？應該唔會啦。學習了，大家一起學習。好，之後收到肉的時候知道給誰了哈。OK， 好，下幾題。對。現在人壓力大。看一下，咁係乜嘅咧？下半那個東西哦，食過過後做得較舒緩焦慮。A 係咖啡，B 係煮奶奶糖，C 係香蕉。當雞蛋。香蕉。做乜嘅喏？因為佢食起來甜甜嘅，知道都在本心情下舒服。你用自己的喜好來做選擇。因為我唔中意食咖啡。哦。好，記得嘅選擇係 C， 香蕉，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 C 香蕉。我該係認為有香蕉地北毒的這種新粉哦，有維生素 B6，它可以輔助這個裡面的成分，還有一個叫色氨酸，會轉化變成快樂荷爾蒙血清素，跟着蹦出你的心情啊，不用它嗆送掉，還有讓大腦的壓力可以完全釋放。哇，那這樣我下次跟你錄影一定要先吃香蕉。沒有，你可以自備整袋香蕉。對。好，恭喜藍翠得到1分。文隊大哥，我們這題一定要贏，壓軸哦，一定要中哦。過年的時節，搶銀客首選都帶係乜嘅？我們請看題目哦。哪一種食物嘅烏魚子香氣最濃？橘黃色、褐紅色、深褐色。又想發了。C 是那個血子。那 B 是襪子 ，C 是比較貴。B 是比較貴。哦，那這樣有故事。看哪位吧？應該是 B 的。我覺得小文從剛剛第一題到現在都沒有回答。這題就給他。也是金黃色，比較香。A 好 A， 真的嗎？小文熊來選 A， 然後文瑞哥熊來選 B。我先覺得。但是你們家誰大 ？A。打 A 好了。好，唐某要改。確定嗎？確定了，下回的時候，我這邊是有正確答案，唐了哦。可以嗎？你覺得？正確嘅答案係 C， 深褐色。鞋子啦，深褐色，佢雖然哦看起來烏烏結結，莫該係因為嘅油分凍過超過差不多就100個100%的油分，佢上按到這個鞋子黑子，就因為它的香氣最高，產量最少，沒代表最貴哦。爸爸，我們沒關係，要給呢，我們等下做出來做養狗都準了。好不好？不過我們今天講了很多知識，計算一下。好，總共呢，馮翠答對1題，藍翠答對3題，總共呢係4題，恭喜。好。OK，待會我們至少可以飽足一頓。我們先來看一下，
看一下师傅西红柿炒先嘛该。我指定，哎呀，有志一同，有志一同。我们今天把它用完，好，好不好？不要带回家。对。还有嘞，香菜，哈盖，哈嘎银，有。这个是什么？虾酱。哈公大泥。哈公用。哦，还有嘞，我们总共是4个而已啊，最后一个啦。吗？你要送我们分数也可以啊。模范饭，我们就吃这个。玻璃菜也是要配香菜呀。有香菜啊。不是，它不是青菜啊。你决定就可以了。没有 balance。这个就是想法的哈。好。好。我是觉得他选的蛮 random 的。好，那正片后会把师傅抢上菜喽。师傅上菜了。好，这位师傅呢，也给这一块肉太高级，这还牛的哪里啊？100牛，哇，你待会就直接煎牛排就好了，其他。我会做2种。哦，催眠。一个牛肉鲜虾酸菜煲。然后既然牛都带来了，我们也煎个块状的牛排。哦。大家一起吃完这样。好。对。好，来。好。100牛其实冻火箭诶，因为给油发冻晕。所以等下给我一堆先。这个是给那个伯谦的牛排啊。为什么给他？因为我今天是陈爸爸，谢谢大家。我给伯谦之后要服务所有的人。好，给他分。对，你以为我对他那么好？哪有这种事情？怎么可能？对，哪有这种事？哦，鲁师傅要答辩。他现在选的高丽菜是搭配这个牛肉煲的蔬菜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幸运有到6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来宾有人在嫌你们，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先老妈该调嘞，盐吗？没有染，关键在出水。师傅来讲吼，绞肉还没自家切出来，它的那种口感上会还好。当然，不过手动酸啊。对。加盐甜甜，对，加盐，加啲水，还要加水哦。等下应该要问一下你们那个须臾说板翼牛诶，他嘎发鸟狗。100牛。哦，对不起，100牛，他嘎发鸟狗。对啊，给他压力。懂炒哈？不会，有我在，这些都不算炒。对啊。但我很少看过用安用给豆芽来切膏用。哦。是不是一般都是那种像厨神一样的那种大刀？对。通常我们会拿2只啦，拿中式的。哦，所以下公牛这一些就好。因为佢底度啊有个酱嘛，它是帮助给它粘稠度。哦。借由这个。干软呢？不是。尤利亚的不是哦，这个就是一般的虾仁打浆吗？对。那它给什么牛板烘呢？有红萝卜汁哦，所以会有一个孜然的香。有蔬菜末。酸菜的汉堡你有吃过吗？客家哈嘎的汉堡。我觉得有因为丽生美式牛肉堡没有不用给德国的对酸菜吗？然后还有配黄芥末。对啊。比较少做在汉堡肉，它通常是在外面。它是用牛肉取代汉堡皮。对呢哈。不过前置真的就比较久。会时间。哇，节奏 tempo， 不要这样子，我个人也是不喜欢 tempo 游戏 ready go。哇，好疗愈哦！我听到你吞口水的声音呢。不是，那个好像是导播那个。大家都吞口水。哇，牛肉的香气刚刚好，都不卡慢点出差。阿梅，公布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妈妈在那边。你打给空气打出来呢？
但我看过外国有一些用它低脂的牛，它就会用很高的奶油这样去淋它。哎，CMO 是烤的直接好嘅，烤本来奶油嘅燃点好大，牛排因為頭燒包會好燒係煎，所以呢個春係可能煎好嘅時間，我烤嘅時間。到咧蛋糕好噴嘅牛排吼，煎好嘅時間啲袂冇按熟嘛，而烤嘅時間蛋糕當不用都有奶油，應該係烤咁樣。結果沒想到基調漢搭錯嚟洗梯，這對我們文瑞大哥來說是不公平的。因為講，因為他都知道，他剛才下去到後面的時候，他都跟我說深色的比較難買到，你就這麼狠又不告訴我們。所以烏魚子真的寫下沁地位，但是蠻係要看佢嘅品種，因為好清色，人家就應該熱色嘅，野生嘅好會頭咧好清色嘅。一般你偷開嚟頭嘅金黃，對啊，好金黃，賣相好嘛，好醬。買金黃色，但是如果要吃香氣，確實是油脂比較多的，沁色的它好食。我見假水哦，我係攞去洗睇咧。幹嘛用它？哎，幹嘛用它？等下會挑梅。哦，我放落去了哦。哇！等下，忙。剛剛那個動作是試油溫嗎？聲音。哦。它有沒有夠熱？但是我又不喜歡有煙吶。煙火。加水的原因就是讓它的速度更快，用 steam 的，有一點蒸汽的概念，就煎個水餃的上法，啊用水煎包呢加水，啊用低度的循環加夾。我加水唔會咁拍嘅牛會實開來嗎？多少會唔會？你第一款是已經先定型的，哦，而且還有那個蝦醬用黏線。嘿，錯。你家下款嘅牛排又現肉燃呢？有。啊，等下不給靜置嗎？可以啦。哦。點一下咖喱靜置。但我猜師傅給死線撈給燃撈給錄落去哦。是不是就是讓它的血水比較唔會走出來啊？你看你今日哦，味道的煎牛排哦，這個太幸福了耶！各種神奇道具都帶來了哦，因為你那是假粉刺的嘛，不是睫毛好不好？我們再給它嗆一下，靜置完再嗆一下，對，血水回流。靜置之後，它的溫度就會進去嘛。啊，你如果說一直加熱，一直加。嗰個水唔走出來，好香哦！廚房仲有有個紙啊、布啊，去 keep 個血水。啊，因為你擺盤的時候，就慢嚟濕嗒嗒，啊，動擺看。哇，貴的！這如果漢堡排裡面是這個，動很瘋呢，真的。哇！好療癒哦！我聽到你吞口水的聲音呢。不是，那個好像是導播那個。大家都吞口水。等一下就你啊，配合食就好咧。好。今日我做了牛肉鮮蝦酸菜包。按鈕就好食咯。是一個非常大的視覺饗宴。老實說，私底下已經狼吞虎嚥一盤了。接下來就是味覺饗宴，而且，你猜看，會有幾個爸爸把肉讓給女兒吃？哇，你給他們壓力很大，等下開動那個全部都的哦。請開動，都可以吃，都可以吃，都可以吃啊，都可以。吃不夠的話，我們海源哥直接請女兒來。可樂師傅待會還可以做啦。哇。牛肉的香氣剛剛好，它那個肉簡單用鹽巴調味，吃的是你有本性的香母。我反而更喜歡漢堡排，因為它真的有手工切過狗，還有砍開後咬完呢。而且它有蝦醬的味，我第一次吃牛肉排有蝦醬的香氣。海陸大集合。好有 Q 哈。徐宇老師，來問講這個一板牛肉，它嘎巴牛講。唔可以講。我們剛10分鐘前就有場外。會不會是這個鹹乾牛？
甜感牛，甜干牛可以放在你的第2本书里面。做料理跟时间。那文瑞哥评价一下。对啊，评分一下。 5颗星。哇，哎，他满分20分的。哎，这个已经放松完毕了。刚才大家也做一阵子哦。我先宣布一下成绩哈。刚刚投前呢，我们红队是得到1分，蓝队有3分，代表我们做菜。 就算把肉削进去，都要赢回来了。好听吗？我会给他压力太大吗？他刚刚已经进行反刍了，那个牛肉到这里。哦，马上来进行最杯谜语馆的挑战。做下练功夫，真紧张嘅料理 PK 来了。两嘴爱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是都被前面呢。 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最杯谜語館呢，做講係10分的緊張，呀，現場已經看唔到任何嘅笑容都喺度邊嘅。係啊，記得手都係摩拳擦掌。你看2個爸爸現在牙齒都看不到了。係啊，拼命一個破功。剛剛師大下哦，達到淤青呢。開玩笑，開玩笑。風吹最杯謎語館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炸牙裂天婦羅。有乜嘅食材咧？ 芽裂有芽裂啊，玉米笋啊，四季豆。跟平常石头不卡慢人煮饭，爸爸。你连问都没有说卡抖，没有，就是慢人煮饭。这就只有爸爸嘛，对不对？唯一的。最杯谜语馆呢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加油加油！来看一下蓝腿鸦片带来最美一头这种杀手锏，最后一道料理，按照马盖。 阿红炒快炊。哦，那你要想动经典的料理耶。那我问，都不卡慢人煮菜。啊，都不在这里。OK， 在这里。妈妈在那边，妈妈在那边。啊，没意思。没事没事。哦，准备嘅食材咪係動經典咧。哎呀，快菜係阿爸啲自己開心農場種嘅，農好嘅。還有一個阿鳳。所以因為帶來嘅頭自家種嘅快菜料理，韓國媽媽嘅梅頭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正經有做過片哦，韓國凱源哥係用脖子來出相。加油加油 ！OK， 兩吹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請開始。莎莎開始了哦！我太期待了。哎呀，都是你跟爸爸又窮下煮過菜嗎？有啊，可是我們有一個默契，就是說廚房我們就是不要2個人一起。不負應㗎。對，就是如果今天要3年之後，我們就承擔後果就好了。哦，對，頂多家裡就常備胃藥是吧？但你因為很熟啦，從第二樣像小文一樣。對啊。好，來我們看看是不是就只有做到這個步驟。這個畫面真的很漂亮。哎，這個啊，做的哪一泡茶呢？對啊，這個去水腫很好用。這個都是米濃的鐵散哦。嘿。那小文，你有沒有想過這一天數中牙臉的呢？覺得這個是可以發展的。對對對，因為現在野蓮算是美濃的特產。超，文對爸爸你用中牙臉的幾多年呢？3年啦。3年了啊！之前都是做嘛嘞？公務員退休。公務員，他就很像是，應該是某個局長吧。部長任職。哦，部長 ，OK。哦啊，對你來講係從零開始，從零開始嗎？嘿，從零開始。那去哪裡學？還是又蠻因為？自行摸索。哎，因為我偏你都留一手，哎。隔壁王先生嘛，問幾問凍球咧。啊，龍沙平常時會到做下愛用強下煮菜嗎？冇，去100。廚房只有爸爸一個人。耶。耶。啊，你有兄弟姐妹嗎？有2個哥哥。那你真的是掌上明珠哎！你老給窮用呢？那你真的會比較慢嫁出去哦。小文是烘嘛該嘞？目前有在研讀考那個台大農經系農業經濟，不簡單。你這樣到台北讀書，爸爸會搬過來哎，他會在台北種牙蓮。我想直接買一間，然後一起住。好，那你們先做料理，我們等下回來。好，看你們。好。哇，這邊 Hello， 新宇。哎，這邊有壓力哦，媽媽在看大螢幕哦。
用声音来速度哦，各位，我们没有放慢速度。没关系啦。对，这比速它还要慢一点点。金蛋酱哦，做事情等一下，一连命都等一下。来提起摆访问机啊，做学感验的期间，他自我介绍，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哦，我同北強講，我係煙燻鮭魚嘅燻魚。哦，係東學記。真嘅呢？飲起嚟做嘅燻魚嚟嘅。那記起，我還有幾多隻兄弟姊妹？還有一個露台，還有一個露台，係姐姐。係。所以應下輩係攞爸爸學嘅，也係到學教中大學可以學嘅。係韓式時節同阿妹韓國藝家共學嘅。他睇過後就係同學教學嘅。像燻魚是幾年次的？91。你看91，它還可以有這種環境，很難得。我們是7年級，哦，對不起，我8年級是7。看不出來而已。請問，年嘛有攞錢啊？哦，分開炒，安年都要轉分開啊。分開。可是燻魚有搞男朋友嗎？有。海源哥的臉皺起來了，你看，他想離開現場了。那有被你打嗎？有正常的交往是很好。他現在講話變國語了。啊，有看過嗎？見過面？沒看過。胸片嗎？沒看過。你有冇愛用？沒看過。只有看過相片、胸片。我看看。降溫。是學校同學嗎？好重。好重。你都要他某啲胸罩好高。啊，簡單講一下待會的步驟，好不好？一下係啲嘅濕日壓風，嗰後呢就做啲炒日嘅快脆嘅頭，因為佢較硬，古時我炒較久，就會就會較係較軟較熟。好，那我們等下就來啃一個扁毛說的喲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亞麻雞。先剛先試溫，剛咬過了氣炸。個馬嘅粉啊，中間面很老的酥炸粉。那文瑞哥應該學煮出係看片會好啦。以前上班的時間無聊去個煮啊。上班時間咧。跟什麼一下是變呢？那油溫，爸爸會不會太高？差唔多係幾太大溫度吧？150，差唔多。爆燒筍所在上旋嗎？是的，所以這個也還好嘛，主要就是麵衣入素材就好。嘿，那問哦，佢係澱粉還是水果？水果，應該係水果。長大才變澱粉。問下啦，搞一下。我跟你講，我們製作單位已經準備好下一次8公格分量。所以放上台架，喊白參加來賓哦，多多收看，這樣才知道未來的題目。那你來報名嘅點樣？但見你全部都係冇唔錯。啲隧道業辦我哋係咪？阿夢。哦，對。他對小文講的話的聲音傳到，那個感覺好像電視開1的那種音量而已。那你來報名嘅點樣？你有沒有看得到？看到嘛？該資訊嗎？那個農業局。高雄農業局有推薦，真的。我們紅到農業局去。那小文，你應該去看到兩家節目嘅資訊啊，你有冇讓爸爸講？我們一起去參加比賽。我們可以順便推廣一下我們的雅蓮呢。我現在到畢業之後買到你有冇看雅蓮的咧？從民農好野蓮另家好野蓮人家。對。我們有自己。很少人把自己的家庭經濟狀況變成那個告訴人家，一般是蠻低調的。所以有自己的麻粿，自己的品牌，這是我們自己創的，就是取這個諧音，爸爸取。我們等下再過來好了。好，因為他們四季豆可能要一陣子哦，因為要炸4季啊，春夏秋冬，炸這麼久。好，韭菜炒好咧哈。了解下先將一個下廚嘅皮，下皮先俾我去牽香。韓國撈一個快脆嘅調炒好咧。阿婆咩濕好咧，就接落去向下來炒安尼。哇！呢個阿王切到嘅盤團嘅全是出嚟，有乜計？好油。
爸爸煮菜的身影好迷人哦，哈。为了女儿而料理啊。爸爸是不是都是这样很木讷？很做对啦。他排泄那种。我哋啲底部卡有練習，動到擺。這幾多年咧？這幾年全部都係冇唔錯，係都啲嘅練習。啲水到一半，我哋係咪我要用那種。翻白眼超可怕。所以爸爸對你來講，他是既嚴格又溫柔。係。你所以乜嘅杜波，真勁底部卡。啊，你找個男朋友有兇爸爸嗎？可能還差一些的啦。冇法度超越爸爸。現在才大學，不要那麼快決定哦。哎，你有聽到哦？你有聽到哦？爸爸就對啊。多看多聽啊！這集千萬不要叫你男友看，他會退我追蹤。我係讓你講哦，男朋友一口內唔會管，但是僅給很老公的時間哦。來，凱源哥，你說。你自己有沒有性灌讀的標準啊？一定要先有房有車有飛機吧。他跟他以後是他容沙相處啊，好選擇對就好了。講起安永興啊，到底應該叫哦。差唔多誒。差唔多咧，那只要追目標。係。那我看你還有準備咧，係咪？要個太白粉，我會勾芡，6個厲害。係，剛才差唔多，我們先過去哦。好。哇哦！哦，我泡水邊咧。泡哦，即像泡出來呢，係冇？嘿，爸爸很細心誒，很穩的，很沉穩。爸爸有一種日本的那種職人的感覺。哦，倒掉。他對小文講的話的聲音去彈到，那個感覺好像電視開1的那種音量而已。好，今日就差唔多為好，我們先去倒數嘍。好。天草馬上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那兩組啊！爸爸老妹那組較好食咯。先本期改個總裁。那個7擺到熒幕面前，老妹也看下做菜吧。嘿，嘿啊，老爸爸看下做菜也值得慶祝哈。我們先來試試看那風吹雞，我們的泡菜，嘿，甜不辣，它炸很剛好。哇，它的麵衣調得當好，就係因為佢麵衣調到嘟嘟好，咁醬啊完全不能吸收落去，好入味。還有剛剛小文挺喜歡做的那個蘿蔔泥，沒凍油，凍夾梅。不過真嘅，這個甜不辣很不簡單做，可以炸那麼好，很不容易耶。凱源爸爸吃用用完嘞。他那個麵粉那個調的真的很美麗，很完美。不過有的會這樣乾乾硬硬的，有沒有？它這都它會很酥又很香。對，你吃到那個玉米筍。對，那個蘿蔔，蘿蔔泥跟那個和風醬，就是讓這個吃起來很清爽。結果蘿蔔泥很好吃，凍搭。因為其他米弄凍雞啊、白玉蘿蔔啊都好誒。好，三點下來換冷脆的哦。來，佢條鴨棒哦，嫩嫩，唔會硬硬，都好食。老沙茶這樣東西我也很少吃到，可是味道還蠻搭的。而且它鹹辣，很下飯。這家中會吹牛都較好食。我對爸爸吃到牛。對，貴好食啦，當好食啦。沒有，真的是那個味道很剛好，就是搭配的都很剛好。家下吼，大家要看到風吹地道的粉絲哦，雖然是有一粉甜甜，冷脆係散粉，不過到底最美師傅應用辦來上咯。還有前呢，那個比局哦，有一點緊張，都帶神奇不很用版呢。先來請師傅風吹，請不服輸。5分加上1分，6哪裡有？哦，對啊，5分啊，6分啊！好，三點下來都看下冷脆到底得到幾多分？4分加上3分，7分，很厲害嘞！可是我們算表現得很好哎。哎，你做料理的部分是贏的。對。一平常時大家食嘅咧菜吼，即係蔬菜完全冬天，
啊，因到个泡的时间，最主要还有记得个油温，调鲜调高啊，袂调大个掌握，咪还会注意啊，去配个酱吼，配落因冻好水啊，冻甜。因政策咯个好注意个用了沙茶酱，你某认重是个炒的香味是政策，但是最主要你用到个芡酱水梅油捞个酱油勾起来，去冻好水。好，可乐师傅。两组呢，同啊种可惜，啊两组吼，因为个水莲、冬青啊冬甜啊，含有个白萝卜泥啊，在整个过程中来浸梅式白萝卜，啊个加个酱加起来，加个层次感、加轻盈度，仲啊冻好。啊两片因为沙茶酱的味道，啊有一出辣，啊都嘛就真有层次，啊爱会感觉个。菜唔是按煮按久，就变卡冇按车咬卡冇烫安尼，哦，因为个时间唔是按久安尼啦，安尼会更加好。好，而且咸阳出春呢，其实它有挑战，因为被不会哈家年基本上都有试过这出料理，所以师傅心目中都有一个完美的快快法面啦，错，故说他挑战安尼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去了颁奖喽。先本期加一个送餐，耶！恭喜！哇，其实呢都挑前哦，在9宫格的时候真的很拉锯战。不过红队呢后来哦，在料理的部分是扳回一城。最关键的成绩呢，凤翠有6分，蓝翠有7分，先来恭喜蓝翠咯。好，蓝翠系礼拜总冠军哦，来恭喜蓝翠得到系3000条的加菜金。恭喜！哦，赢了。3号人呢 ，Andy 哦，刚好我们爸爸哦懂好做料理，另一个呢是大容量铸造太精盐不沾锅具组，等一下还有一个报告哟。感谢你的 Q 号了，恭喜！做一个纪念，在老摩耶送天师嘅纪念平安呢。谢谢。好，来访问一下吼，今年动感通的凯源哥，体这摆让摩耶穷下来送天师，心情激动如何？第一摆哦，送天师动严重了。那爸爸通常太紧张的时候，你敢不敢塞？讲出来。你走在那可以走溜一下，放轻松一下。换女儿接龙。我知道今年呢，同阿爸向下来送一个一家之主嘅节目，我就其实吃到挺神奇，没吃到挺好搞啦。韩国呢，要做在同阿爸有一个纪念送节目嘅纪念安尼。都请感谢节目安尼。看属于嘅客户有讲到安顺安流利哦，所以可能这时间哦就参加过战功比赛，龙头比赛之后哦，俩下哦动右心，还来到客家天时推谢谢，来打一下广告。课余时间这样子，可以在每周6的下午2点05分到3点，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.3播出安尼。系啊，欢迎大家用夯同利率地区按后生按优秀嘅后生烟。3號來本人啲風吹咯，每下溫瑞爸爸哦，第一擺老母也叫下送天師，叫下做料理，佢也參加新店用班，好大家分享一下。今日同高新老母也來送天師哦，來一節目，有啲用心介紹我哋美容嘅雅蓮產品，本特價，參加嘅節目特價咧96，同歡喜，其他我唔係冇講。恭喜！很開心，就是今天可以跟爸爸來也給節目組來參加，因為各有神奇嘿，奶奶有自己的品牌嘿，因為我們是自產自銷，對，所以很開心可以來到一個節目組來宣傳嘿。宋妙紅請一個好雅蓮人家，就做得前未到誒，人家個品牌啊，阿用迄個知道來一擺宣傳啊，唔拉啲咧吧，下一擺就唱人嗰個老媽媽過來，過一擺好雅蓮人家，講到大家記得。希望還有弟弟啊。做得啦，隨時就做得了。下個禮拜還有6樣做得了。按鍵咯。哎呀，恭喜！感謝。哦，今日
么人呢？哦，做在看到样的组合你动听，唔知迄应该当时有样几比做在有爸爸同妹的两组都会按样，而且又上了按上枪，会按样 PK， 真劲同好搞。而且呢，来参加你节目人都讲，创造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。系啊，虽然我係做嚟啦，咁我係跳過嚟是無總算全面嚟幾位，就係每個全景係爸爸上熱聲音嘅青年，你看當下機，咪放咗所有嘅母女、父子，所有嘅組合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冇錯，依家之主等等人跳下來都要到畢業了，做料理、韓國聯絡也都會情感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張對了，小夢大家。